过年了后，春天到啊，农民也准备要补田。不过，在新德县德北市头前溪水尾的农民，却发现讲今年溪水比用过减少真多，也伫咧烦恼讲，若阵继续欠水是白付补田。水没来，你看这都裂掉了。反正要准备保养补田啦，却因为欠水，可能赶白付今年早冬。新德县德北市头前溪水尾的田园，自今年2月开始就欠水。田的水量敢若剩5成。像我们这是比较水尾嘛，就那个够的话，你会来不及了，插秧时间已经会超过。现在已经2月底，快2月底啦，我们3月初就要插秧啊。你假如真的不来水的话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那对你们影响很大吗？的确很大哦。怎么说？少收入啊，农民要看这些稻米的收入啊。年后农民准备种田，若是继续无水，土壤恐惊会无法度松软，会去影响到尾后农民报酬啊。水尾西洲啦，还有这个白地新港这边的方向哈，这边的部分会稍微比较缺了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在希望给那个水利署这边哈，我们水利工作站这边来更多协助一下，让这个水源哦，在这个春耕的这个期间哈，让他们有足够的水啊，赶快可以打田哈。水利署表示，目前新德地区头前溪、参凤山溪水量较少，已经开始实施种田时间小替换，加强水源分配管理，而且启用可换水井，全力要协助新德地区农民的补田作业。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。